大家好，黄金收看啊，用台语的线顶罗马字课，这是咱的第一课，所以伫这节课内底呢，咱要来看一寡台语的字母吼，啊，还有台语的音节的构造吼，这是上主要的背景吼。啊，字母呢，咱一般惯是看到这款字母的时阵，咱会甲讲做A B C D 对无 ？A B C D 其实迄是英语的名吼。看到即款字讲 A B C D， 敢若英语的讲英语的人会安尼做吼。啊，一般每一个语言拢有家己的讲法啦吼。所以咱若讲法语吼，咱会讲 A B C D。啊，咱若讲德语，咱会讲 A B C D 又个无共吼。所以台语当然嘛有家己的讲法吼。啊，咱来学，咱要学的都是台语的罗马字，毋是英语的罗马字，吼嘛毋是法语的罗马字，所以咱爱了解台语的罗马字要安怎讲吼。啊，头起先就是这吼，这是 A， 那台语是讲 A， 英语讲 A 无毋对，但是台语看到这字的时阵，你就爱讲 A 吼，无共 A B 吼 B， 啊过来两字爱夹做伙哦，因为台语其实无高即字吼，无高即字啊，即两字夹做伙一个音尔，一个音尔啊，号做字吼字，好过来三个夹做伙嘛是一个音尔吼，市吼，所以咱即马啊 B 字市，过来 A 字。伊吼，啊，你会看到我的伊手写的时阵，小可会安尼吼，就是你若看电脑内底的字，一般拢是直直安尼吼，啊，手写我有即个交出来。好 ，A B 字是 A 字，啊，过来字吼字字，过来两字夹做伙一个音。起，吼，所以即两个差别，起，吼，好过来，字，吼，共款就是手写的关系吼，手写，一般我拢安尼写，啊，若是电脑内底的字，可能是安尼吼，所以这是字，起咪，吼，呢，好过来两字夹做伙，啊，变做一个音。或者吼，就是像麦吼，还是芽菜吼，迄个音好过来，即字台语号做吼啊，即字嘛有一寡无共的腔口吼，但是我即马是要讲尔吼啊，咱第9课嘛要处理小可处理腔口差吼，所以即马咱就讲就好吼啊，过来，即字乌吼，就是共款即个圆圆的即个圆圈啊，加一个点吼，乌，所以这乌安尼吼，乌过来 B 吼 B P C 吼，所以咱看到即字一般讲 C 吼啊，台语这就毋对哦。即字开始是吼，即字毋是吼，是 D T 啊，上尾就是有吼，我有你无，有诶无诶，迄个有吼。好，所以这是咱台语罗马字诶字母吼。啊，咱看到内底有一寡界性诶现象啦，像这叫做机吼，这起。啊，这 B P 啊，这 D T， 所以甲咱咧想的英语的音小可无共，但是台语有一个模样吼，伫内底吼 ，G B P D T， 啊，咱后一节课要来斟酌看即寡音要安怎区别吼。啊，罗马字佫有即个真趣味的，就是一般每一个语言拢会做即个字母歌吼，英语嘛有吼，迄个。A B C D E F G 啊，那法语嘛有啊，德语嘛有啊，应该拢
加减拢有即个字幕歌，啊，台语敢有字幕歌，其实是有啦。我捌看伫 YouTube 顶悬有一个人捌做一个白话字幕歌，啊，因是用迄个乡村民谣的迄个调曲来唱的，所以我个人是较袂晓唱歌，但是我会唱互大家听者吼，做一个笑话好啦。啊，就是你若想要听较好听的白话字幕歌，你去甲遐有一个房间啊，吼，互大家去听一下吼。啊，我感觉即个字幕歌介好听啦吼，嘛介好记即个白话字的音吼。后来迄个乡村民谣就是迄个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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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以是啊 B G 七 A G E G G K D M N N O B P C D T 有做路袂来学白话字，吼，就是白话字是无歌吼，所以安尼嘛较好记。所以刷落来，咱要看一寡音节对无，还是语词啊？上简单可能是一字尔吼，像这嘛是一个语词，一字嘛是一个音节，嘛是一个语词啊。这个语词是啥？就 A 吼，就是甲人 A 到迄个 A， 啊，佮有像这嘛是一个语词吼，就是伫遮吼，这是啥 ？O 对无？乌色的乌，还是讲天乌乌的迄个乌，所以上简单的时阵可能是一字尔吼，啊，一字就是一个音节嘛，是一个语词，但是一般咱袂甲咱要甲一寡无共的字母甲斗做伙吼，变做一个音节吼，后来变做一个语词，所以咱的音节吼，咱要来了解台语音节的构造。啊，我先举一个例吼。我先写来，啊，这是啥？还有这，还有一个安尼，好，这叫做食饭吼，食饭简单对无？食饭啊，食饭内底咱知影吼，两个音节吼，食饭就是两个音节啊，这两个音节内底吼，头前遮拢是这个，咱叫做声母吼，咱叫做声母啊，过来。后壁后一半吼，这边叫做咱的韵母吼，所以咱有声母甲韵母这个差别吼。啊，咱这边佫有一寡调号啦吼，这是记台语的调吼。所以就是这边吼是咱的声母，声母就是这个红色的吼。啊，咱佫有一个。韵母就是蓝色这边，韵母啊，咱佫有一个调，调就是这边，所以咱台语的音节内底有三个部分吼，主要有三个部分：声母、韵母甲调。啊，刷落来，咱第二课就是要来看声母，第三课就是要来看韵母啊。第四课就是看调，所以即摆咱就是要做这款 overview 吼，大概了解这三个物件是啥，这三个物件是啥啊？咱为调开始啦，调其实是台语上重要的所在啦，简单讲吼，调台语的调，咱有当时啊讲伤过复杂啦，咱一定要甲简单化吼。啊，台语的调上简单的解说方式，就是台语有三个调坎。啊，调坎是啥呢？你若会晓读这个音乐的，我较袂晓啦，但是上无爱安尼写吼。安尼叫做三个调坎，三个调坎就是这个较低，这个较中，啊，这个较悬，三个调坎。啊，拄好咱嘛会使想安尼，就是想是哆、来、咪，哆来咪，这是台语三个调坎的意思。所以咱若看拄则，咱若看拄则迄个例吼，食饭，来食饭，你想一个食饭是对一个调坎啦，哆来咪
食饭吼，食饭就是拄好是哆来吼，即两个调坎哆来。啊，台语的调当然佫有较侪啦，就是有升起嚟的吼，啊佫降落来，但是基本上吼，就是哆来咪三个调坎，这是袂变吼，这是袂变的，所以三个调坎是咱的调的基础吼。啊，伫即节课就是甲安尼尔吼，哆来咪吼，所以咱得看一寡音节，啊是类似的时阵吼，你家己想看觅这是对一个调坎吼，是较悬，还是较中，还是较低吼？过来，咱要看一寡声母甲韵母夹做伙斗做伙变做咱的音节吼。所以咱若遮有声母啊，遮有韵母啊，遮有咱的音节吼，声母、韵母、音节啊，小可是安尼的感觉吼。后来上简单的安尼吼，起声母是起啊，韵母咧啊，吼，凊彩记一个咧吼，所以这是起，这是啊，起啊，甲斗做伙就变做卡吼，卡，我的卡还是一卡箱啊吼，卡啊，咱的声母若共款是这吼，起啊，韵母换做 a 好啊，啊，咱的音节是变做安那。K A K 对无？像一条 K， 还是讲一个既然的地名叫做大 K， 迄个 K 吼，大 K， 其实大 K 咱会使写吼，大 K 啊，大的 D R 大吼 ，D R 大 D R 大吼大，所以咱即摆会使写大 K 啊。一般咱写地名的时阵，地名是人名，咱爱头一字爱大写吼，所以大 K 咱就安尼写，吼大 K。好，过来有啥？譬如讲，共款即个 K 吼，啊韵母换做一个 O 好啊 ，O 安尼变做啥 ？K O 箍对无？箍10箍的箍吼，100箍的箍。啊，若写若换做即个吼。这就是基吼，所以拄则拢是 key， 啊，这是基吼，基不共音吼，啊，咱用一个这吼，啊，基 a 到做伙变做啥？加对无？加，所以我会使写，譬如讲加10箍吼，你的钱无够哦，爱加10箍吼，安尼看有无？加10箍，啊若用即个基啊换做啊，就变做啥？基啊，安尼就加对无？加啊，有当时啊，我会讲罗马字的好处就是你直接写迄个音吼，你就毋免考虑汉字是对一个音，因为有当时啊，咱就真正毋知作者是要写对一个音啦吼。像即两个吼，加甲加，咱有当时啊可能会看到像即字。也是即字吼，咱真正毋知迄个作者是要写即个音，也是即个音，所以咱写罗马字的时阵，咱就知吼，因为咱看会到是加也是加吼，简单，就免阁想吼，迄个汉字要安怎斗对一个音吼，也是另外记一个咧吼，拄仔看到迄个加，啊，阁有一个像这吼，这 K U Q 对无？啊，这就基有古，所以即两字吼，到底是加区还是加句？吼，其实即两个音拢会用的，拢有啦吼。有人讲加区，有人讲加句，但是咱有当时吼，咱若毋知影遮个罗马字，咱就小可怀疑家己讲毋对去啦，就是我爱讲加句安尼敢对，还是爱讲加区安尼敢对？所以咱知影罗马字了后，咱就去找词典，还是读册，啊看册内底人是安尼咧写的，啊其实两个写法拢有吼。好，过来咱遮有啊有啊无伊吼伊，啊伊就是像这吼基
伊，安尼就鸡，吼鸡，像飞灵鸡吼鸡，啊是换做这吼猪伊猪吼一只猪，还是食猪肉吼猪。所以咱遮有一寡简单的例吼，来读一下吼：骹、溪、搭、箍、鸡、鸭、跍、牛、鸡、猪，吼，无遐困难吼，罗马字就差不多就是安尼吼。咱来考考一下吼。好，我要来写一寡简单的词吼，你莫摇哦，你免用摇的吼，你爱用读的。所以你若读无吼，你爱甲影片停落吼，啊，看你的笔记，啊，看即个音线啊，即个音线啊，甲倒做伙，甲读出来吼，免摇啦，就是安尼意思啦。好来，头起先安尼已经看到，所以等下我带大家来念。好来，D R 打 K A K 安尼，打 K 吼，打 K 已经看到吼。好过来，这是啥？D E D K A K D 卡干木 D 卡，好过来。好，这共款嘛是卡吼，啊，这个鸡 A 鸡吼，鸡卡，所以这猪卡，这鸡卡，过来。吼，你啊会记哩哦，即字吼，即两字无共音，这是乌，这是10箍的箍，啊，这是蚵。所以这安怎念？起蚵科吼，起蚵科啊，这个鸡伊鸡吼，科鸡吼，科鸡，过来，这啥？吼。D E D D U 嘟 D 嘟吼 D 嘟，还是若有一个3个音节的，咱看觅。这是啥 ？D 嘟吼，共款吼 D 嘟啊，这个因为后壁佫有这吼，啊，爱记哩，这个音是 C 吼 ，C E C 吼 ，D 嘟 C 对无 ？D 嘟 C 吼，敢有100分，应该拢有啦。咱遮嘛会注意到吼，咱遮的调其实拢是共款，拢是 re mi re mi 对无？打卡、低卡、低卡、科技、低嘟啊，这低嘟 C 吼，拢是 re mi re mi re mi， 所以咱的调嘛伫内吼。好，过来，因为顶悬拢看到的上简单的韵母吼，咱看到的韵母拢上简单，就是安尼啊、a、e、o、u， 这是上简单，大概上简单的韵母吼。咱韵母佫有足侪款吼，韵母有当时啊，后壁嘛有一个叫做韵尾吼，所以咱要来看一寡有韵尾的韵母，像这吼。所以这边吼，这是咱的韵尾吼，啊，甲倒起来的时阵啊吼，这里是啊对无啊，啊这里是咪，但是咱知影吼，伊的意思其实是合喙吼，你的喙唇爱甲合起来吼，所以这啊这喙唇合起来啊，甲倒做伙吼，变做吼，像喙所以这叫做咱的韵尾吼，韵尾啊，韵尾佫有几若款的吼，像这嘛有啊。吼安，所以这像喙安的安，这就平安的安吼，无共音。啊，佫有一款
韵尾像这，吼，共款是两字吼夹做伙啊，这个红吼像红仔某的迄个红吼红嫁红的红，所以喙暗变暗嫁红吼暗暗红三个即个韵，即叫做韵心吼，韵心共款，韵心拢啊韵尾三个无共的韵尾韵尾拢总有7个吼。咱即马看即3个尔吼，就是知影讲有韵尾即项代志。好咱的迄个音吼，迄个韵心嘛会使换做别个字吼，别个音，所以咱嘛有像这，我直接写吼，免一直看安尼像这这就对无共款是喙脣合起来，所以变做音对无音声音的音吼，这暗这音吼暗音若写安尼咧，这是啥？音吼音，这安变安的安，这音像我要去引导的引吼引，共款就是有即个韵尾吼，韵尾共款吼，迄个韵心换一个都无共音吼，无共的韵尾所以咱即款的有韵尾的韵尾吼，当然嘛会使投一个声母伫头前吼，声母就是咱拄则看到迄个起基滴滴迄款的，所以咱譬如讲咱用这吼，咱用简单这红这边吼红，咱会使安尼写吼，基加一个红变做啥？这就变做基红工对无？一工两工三工的迄个工，是若用起吼起共款即个韵母咱就写做啥？起红空吼像破一空的迄个空，所以即边一工两工，即边破一空吼，无共音空韵母共款吼，韵母共款，声母无共，是讲基因这是啥？根对无？基因根，所以咱顶悬嘛有看到10箍的迄个箍要安怎写对无？所以咱即马若要做一个台语的菜籽吼，咱袂写咱的介绍，咱要安怎写？咱写一斤30起乌箍吼，一斤30箍。所以咱若有一工有台语的菜籽反正咱会看到即款的介绍吼，一斤30箍。是讲这咧，拄仔是斤这咧，这是基音吼，声音的音吼，金安尼就金对无？金，所以咱若有一斤金一斤金，毋知几箍啦，可能100万啦，我毋知100万箍啦吼。一斤金100万箍吼，安尼嘛看有吼。所以拄仔看到一寡简单的韵母啦吼，像这伊都有韵尾吼，韵尾这嘛有韵尾，这嘛有韵尾这就无吼，这无韵尾吼，所以有韵尾甲无韵尾佫有一款吼较特别小看，就是其实是2字尔吼，2个尔是无韵心吼，就是即两个，像拄仔看到即个金吼，金仔的金金仔另外一个讲法是啥？就是金对无？金咱看到即个的时阵吼，其实这是即个无韵心的韵母啦，这嘛是即个韵母吼。金是讲基基甲斗做伙变做啥？变做光吼，光足光的迄个光吼，日头足光，是讲天吼，天变做汤吼，啉汤的迄个汤
所以这是一款啊，另外一款就是这字高一字尔伊就是安尼像上接看到应该是这字毋是啦，就是这字毋是，所以这是两个较特别的无韵声的韵母。所以到即马咱看到介侪无共的声母啊，佮韵母咱来甲所有看到的伫即节课看到的声母甲韵母甲整理一下所以咱的音节的构造，咱爱会记哩有3个部分，一个是声母，啊，一个是韵母，啊，一个是调。啊，咱的调上简单就是哆来咪3调坎，3个调坎哆来咪。啊，咱的声母甲韵母，简单讲就是有当时有声母，有当时无，有当时有韵声，有当时无，有当时有韵尾，有当时无所以这边是咱的声母，啊，这边就是咱的韵母这个韵声甲韵尾夹做伙是变做咱的韵母。啊，咱看到啥物声母咧？咱有看到基对无？有 k， 有 d， 有 t， 敢若嘛看到 c 对无？D 拄 C 迄个 C， 啊，咱的韵母咧，上简单的就是啊、a、e、o、u， 这上简单。佮有一寡有韵尾的韵母啊，若有韵尾就像安尼，暗喙暗的暗，平安的安，过红的红，啊是声音的音，啊是音刀的音，啊，佮有顶悬即两个拄仔看到一个字尔甲即两个较特别甲所以咱到即马有看到的音节大概就是安尼有几个声母，啊有几个韵母，啊有几个调。拢总咱的声母，因为佮有几若个啦咱的声母拢总有17个。17个，啊，咱的韵母拢总这较歹讲，因为韵母爱看你安怎算差不多啦，差不多有70个左右啦毋是70拄好尔，是70个左右啊，可能看你安怎算，可能60几个，可能70几个、80个就是70个左右啊，所以刷下来第4课咱要来看遮的声母声母17个，介简单一节课就看了啊，过来第3课甲第6课分做2课，因为韵母有影侪啦，70个介侪，所以咱分做2节课啊，佮刷下来第4课咱要看遮的调第4课甲应该是第7课拢要来看调，所以拢分做2节课。好，所以咱台语的音节就是安尼，就是有声母、韵母甲调这3个部分，希望大家加减有清楚了解这三个部分。啊，若有任何问题，请伫下骹留话我会尽量因所有的问题啊，第1节课就到遮啊，后一节再会。